过，我你跑了一条过，干嘛的？把个自己他妈搬在照相档，把被打过来是那个锤子，老子搞忘记了是啊，那不得行嘛是吧？哎。
刚刚把那个混凝器那个喷胶电机调了一下，之前都正常的，突然就动不了了，现在也搞好了。
船会也跳着，看没有？
哎，哦，掐了一段，有7、8分钟的。就来了好多人没来呢，才来了几个人，5、6个人。
拍人像，他拍那种大场景。8点半啊才来哦，8点30。这是是不是没让错？那不像呀。那边他们报了的，在永二那边的，永二那边。他们两个还有永泉，他们3个还是最好的。
老了不然，我们耍一个那个帽子嘎。都喜欢戴帽子的嘛，都要戴帽子的嘛。我们头发太短了，没办法，我们头发太少了，头发太少了。这一下嘛，可能我要剃光了以后好看，是吧？他们亲戚一个的，哪个？哎，勇儿他们亲戚，勇儿的亲戚，勇的亲戚啊？没啥。亲戚大堆。
二才来。那边一个还冒这个不是往那靠，哪个？那边一个北隔着嘛不是这个。哪儿？北方。他给我隔壁这个还冒这个。也不好闻，不是不好闻，我是喝了之后明天又不来了。他们又不是天天都在。我这看着的堂看人家的唱歌啊！呀的在这头包在那看，说朋友你的啥？रे सखा सखयो ये सारी रोचो छे से रत नो के जाला संको भेजे जाई सो से जाला संको भेजे जाई सो恐怖。你的手指在那哈达嘞，没拍着他。都说这股子唱曲啊！那要嘛唱他呀，你也得有，唱听我这一切没得有，等你们中了唱唱的人，他们家那里去得有。云湖还没有被成都，还来得往你家。哦，成都走了。Yes.
们3个东西，串儿，没有炸，这还有一个。韩国88年的到了，那个永贞的那个表妹的嘛。那就是那个汤姆嘛，啊，汤姆戴帽子完全认不到。我知道，他前面那个他俩准备的嘛。他们在那儿，他在耍，他们在那儿耍，他在直播。狗儿啊！永儿里面。这两个还在后面。终于要来了，终于要调整了。这是网播。安全美，新月美。走
哎，没有看到拉姆啊，拉姆娃没来呀，他昨天就回来了，拉姆娃昨天就回来了，但是没看到他来，第二排也没有，应该在直播嘛，要么就找房子去了。吴京的徒弟，这个呢？哦，在后面。吴京的徒弟，啥一下搞忘了，波尔布拉嘛叫啥？搞忘了名字了。郫县的。
哦，行。来的人比较少啊，来的人比较少，今天对。啊，啥子？没干本来比较大的嘛，节目里啊，看好亮嘛。找蚊子呀。看错跑那个地方去了。你吃老气，我觉得可以吧。他啥都好看哦。3缺1，银座回家了，银座回老家了，参加别人的婚礼，回去1周。巴塘文物最巴塘文物最搞笑，巴塘文物是最搞笑的。你看他们抖音，他的抖音是那种比较搞怪的那种，那个是真那种也是搞怪的。跳下去不跳吗？哇，9点第6分了，9点过6分了，快。没来了吧？出了吧？我今天的第一个我哪个送了他的还不晓得，哪个送了他的还不知道，你别到。我也丽丽上班了，工作。
跳了，有点失误。有了，还有一曲吧，跳9点半嘛，是时候报恩了。还有，收了吗？要收了吗？有可能有可能没得。9点15。啊，还有这头去了。跳个长点的。才9点多，才9点多。你8点35来得到嘛？结束了吗？是吧？结束了吗？9点15。9点15。要不不上，不了啊。好了，那也，他会5楼，回他脸部上面，会去太忙他了，不跳了，收了，没说的。报恩嘛，报恩嘛。有水的嘛？有水的嘛？新歌嘛，肯定是要放新的，要放新的。这全部是湿的。你们当中什么这个这两场？取经啊，这里手啊，订多少？也人多个脚的，也人哦。你南阳吗？还是有可能嘛？好了，谢谢。二姐，你买的吗？啥子东西要起什么作用？我给你忘了链接。但这不是我的，这个要不要？不要。痛，等会儿痛。你最大的工就跳我。打麻雀的。冰凉的，出蚊子的，火火那种味道。就地走，看住。有好各种啊，有好各种。抢噻！俺这是年过的，哎，都是年过的。有好各种跳过来。干脆跳个长一点的，要么就练那个新的。跳完了。那新的放你放里面。多少个影子？到哪儿去？现在唱的基本光给我。东江左手指着一张面的字。就
全热了吧？他跑那边来，这个就掉就。没有了，真的没得了，真的没得了。9.24。9.24。
他不在直播吗？他夹子呢？哦，哪儿去了？哈哈，提着包头的。哎，荡住了，我是说啊，荡住了。我觉得这个视频就结束了啊，视频直播结束。我直播了。视频把结束了噻，没得，我要用手机。这个横屏你可以拍到。你穿也是有关嘛？它结束之后就保持本地，你只今天才9今天2段，没调酒啊，把那个3、4分开始的，到9点今天难得20。加点时间了。今天人来的太少了，看的队员女队员才几个人。哦。我给他摆了点肉。好。我以为他会这个是。泳圈也在的嘛，他就泳圈跑前面跳起来，他洗澡在后面。我跟他对洗澡。这个不是那个吴京的徒弟。这儿。那叫啥子？我洗澡刚才洗澡站这儿，我给他摆过去。叫啥子古辣的？叫什么？前几天我看到他在阿坝县。对啊，在阿坝县。他们那个阿玛拉开专。他开的连锁。对，前几天我刚才给洗澡，他站着，我给他摆过去。他说的刚刚就回来。7月份我看7月开了，到时候丹巴那边要带个小朋友过来看。说了的。几号了睡啊？幼儿园。哦，幼儿园。小木木，到时候把他带过来跳。看一下。小木木，等一下我把抖音。小木木。小木木。小木木。丹巴的这个。这忘了我们叫小木木，这个这是我给他拍的。哦。机器吗？对。这个丹巴的，他们7月份要下来。哦，还过暑假了嘛？对。暑假嘛过来有多。但有一些台子他不一定要这儿来。不要来，刚才那个。